后来最近连续2天变大雨，中部地区已经取消掉限水的措施，但是这个水情也是属于柑仔色的灯号，所以台中市府配合着中央，继续来维持着夜间减压送水，甲对用水大户的管制。啊，本地设置的10台的 Q Water 甲6台的 RO 净水的设备，嘛继续来设置，互民众免费来取用。 中部地区上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已经解除啊。虽然是安尼，不过台中的水情依然是属于柑仔色的灯号，所以讲市政府目前嘛配合中央，继续维持夜间减压送水，并且对着用水的大户实施总量的管制。非公用户我们节水率是用10%来要求，那另外工业大户跟园区的部分。 就用节水率7%去做统一的控管。市政府陆续伫10个工地所设的临时供水站，每天会使出水150吨，啊那水柱中心一天会使出3000吨的水，这种维持运作，提供民众免费来使用，以减轻民生用水的负担。Q Water 10台，每台可供水15吨，共150吨。RO 有6台，每台可供水500吨，共3000吨。以上供 有需要的民众或企业免费来载运使用。超过2个月分区限水虽然暂时解除，不过台中的水情同款真严。市政府呼吁民众水嘛是要较谦用的，做伙度过欠水的危机。